電次又係發翻嗰個夢，波奇達嘅聲音始終警告佢唔好打開。電次嚇醒咗，唉，又係呢個爛夢。你隻野貓啊！老子唔喺度嘅時候，你陪電次瞓覺就算啦。老子翻嚟，你仲係陪電次瞓，背叛係人類最蠢嘅行為之一。早川秋飲緊咖啡嘅時候，電次就睹物思人，一見到咖啡就好掛住雷傑。而家我心裏面只有雷傑，可能我今生今世唔會再有悲或喜嘅感覺。忙咗咁耐，我想請假去江之島去旅行下。早川一家係咪一齊去玩呢？好嘢，我都去。早川同定治兩人呢就興致勃勃，但係 Power 睇個樣好似冇咩興趣咁樣。老子嗰日有個會要開啊 Power， 我哋仲未決定邊日可以就你哋嘅時間。早川你哋幾時得閒呢？哦，我都冇放過假，大把假啦，幾時都可以。竟然可以同真紀真去旅行喎，真係好似發夢啊！呢個可以排進活着真好榜名單前10名啊！但係就喺呢個時候，房門突然打開，然後就入咗一班惡魔獵人，佢哋直接走向真紀真，跟住面色慎重對住佢講咗啲嘢。講完後，真紀真面色變得一樣疑重。出事啦！電視播緊電次變身後嘅畫面，喺左上角有個標題：恐怖電鋸惡魔是敵是友。前日打出現在城市嘅惡魔嘅係一名身穿公安惡魔獵人制服嘅電鋸惡魔。有人反映該惡魔保護了一名女性，但亦有人舉報稱該惡魔連人帶車掟出去。公安有限制媒體嘅報道，但係今次沒有壓住。由於這次嘅破壞實在太大，電視台嗰邊好似冇人攔住。電次喺電車上面戰鬥喎，可以上電視，感覺真係唔錯啊！但係公安部嘅獵人只係目無表情咁樣睇住電次。睇嚟炸彈妹算係完成任務咯。就喺電次疑惑真紀真嘅話時，真紀真就解釋啦。由於今次嘅報道，而家全世界都知道電次係日本，我肯定美國同中國對電次亦係虎視眈眈，因為類似電次咁樣，又唔係魔鬼，亦唔係魔人，係好罕有。呢個時候，早川秋提出疑問：既然Bomb係蘇聯嘅殺手，點解特登增加咁多對手呢？真紀真解釋話：佢哋唔介意電次係邊個手上，只要唔喺自己嗰度就得咯。喺咁嚴肅嘅氣氛下，電次同 Power 嗰邊呢就好淡定，佢哋一啲都唔驚，仲喺度討論緊旅遊嘅事情添。江之島啊，江之島啊，係個小島嚟噶嗎？唔問你啦。其實老子喺嗰度有棟別墅。不過真紀真跟住要講嘅話，就等同潑咗電次一大桶冷水。電次今次旅行要延後咯。吓！跟住真紀真就對惡魔獵人吩咐佢哋應該要做嘅事情。同電次嘅心情最大嘅反差就係 Power 啦，佢開心到跳舞。跟住落嚟一段時間，會有好多國家嘅殺手嚟殺電次，所以你可能暫時唔可以自由行動咯。真紀真頭先最後講嗰句，直接讓電次原本失落嘅心情變得雪上加霜。行走中，真紀真對早川秋講：雖然一直是非不斷，但係下年就要同槍之惡魔決鬥，我希望阿秋都可以參戰。早川秋微微一呆，真紀真接着講：希望今次大家能夠平安無事。要打敗槍之惡魔係需要大家嘅力量先至可以成功。早川秋嘅面色嚴肅起來，但係喺呢個時候，佢突然想起天使惡魔講俾佢知嘅事。我諗你都知，從真正意義上嚟講，惡魔其實係唔會死嘅，就算死咗，灰飛煙滅，只要有人對佢嘅名字仲存畏懼，佢就能化作另一個個體再次復活。只係重生之後唔會喺呢個世界，而係在地獄。好似但雖然唔知道係真定假，係地獄死咗嘅惡魔又好似會翻嚟呢個世界，就係惡魔嘅一次輪迴轉世。好似你唔係惡魔嗎？對地獄一啲印象都冇咩？你仲記得係你媽媽肚內面嘅時候咩？所以呢，你到底想講咩？我跟住講嘅，你唔可以話俾任何人聽。我問咗特別行動課嘅惡魔，冇一個人記得關於地獄嘅事情，但係所有人都記得，佢哋係地獄死前最後一剎那聽到嘅聲音。聲音，不可思議嘅係，特別行動課嘅所有人都聽到同一個聲音。咩聲音？前幾日鏈鋸人拉響引擎嘅時候，嗡一聲，就係呢個聲音。
此時位於美國嘅某處，國家派咗個新 job 俾我哋啊！今次嘅 target 咧唔係惡魔，好似係人溝女咩？話要去日本嗰度嘅女人咧，好似唔錯嘅，大哥二哥去到邊度就溝邊度嘅地方個女噶啦，殺呢個連鋸人帶翻美國，我哋就可以攞到200萬美金啊！200小數點冇點錯啊！今次嘅任務好危險，恐怕要喺公安同警察嘅眼底下搶人，我哋嘅身份亦唔可以暴露，會有生命危險。呢個任務我哋唔應該接嘅，生命危險？我哋3兄弟係唔會死嘅。你可以幻想到我死嗰時候咩？同埋呢個笨蛋死嘅時候呢？仲有你自己呢？眼睛有傷痕嘅男仔用力搖搖頭。我哋屋企俾槍支惡魔摧毀嘅時候，我哋都冇死。明明其他家人媽媽、爸爸仲有嫲嫲都死咗啦，